来郭文泰到伊做市长任内，推动改建的南门市场来拜票，热情的摊商送包啊送粽，祝伊当选。不过党内的风暴恐惊也是互郭文泰真头疼，因为民众党的前秘书长谢立功呼吁着黄珊珊爱为成败来负责，讲得票数若无达到第2名，或者是不分区无达到80%以上，黄珊珊就要请辞不分区的立委。郭文泰是帮忙疏远，讲目标应该是爱先选调总统。归纳向定胜选的包仔甲肉粽，是南门夜市的摊商热情的祝福，要将感谢的心意变作是支持的动力。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打拼，新市场总算是开始营运。这正是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郭文泰做台北市长的政绩之一。提手机啊，展出行动指挥页面，家己的政绩家己推动。郭文泰伫咧无用选战的时，搁半时间转去后头。安那伊对市场的动线敢不满意？动线 OK 的，这没什么问题。这个有符合的标准。通常去市场去检查那个卖鱼的摊子，地面要没有水才是达到干净，因为要干才能够进。我刚才有去检查过，这及格。对家己的政绩，郭文泰真满意。也毋过讲到党内风暴，恐惊嘛是头壳真痛。民进党前秘书长谢立功跳出来呼吁，郭文泰竞选总干事黄珊珊爱为成败来负责。认为讲爱定2个 KPI， 若是郭文泰得票数无达到第2名，或者是不分区立委无达到80%以上，黄珊珊都爱请示不分区立委。一天，陪同郭文泰走行程的黄珊珊是低调无加做回应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们那个选举的目标哦是要拼第1名的，那有人说那 KPI 是拼第2名的，这实在是太奇怪了，这个逻辑就不对了。我们那个总统大选，你知道，我的 KPI 目标就是第1名。替黄珊珊讲话，也毋过选战剩无几天，要安怎安打党内，当时佫爱对战哪里，也考验着郭文泰的智慧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